白蛇传。白蛇，白素贞，是条修行千年的蛇精。为了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，便化为人形到人间报恩。途中遇到青蛇精小青，两人结伴。白素贞施展法力与许仙相识，并与他结为夫妻。婚后，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说，白素贞是白蛇精。许仙按法海的交代，在端午节让白素贞喝下雄黄酒，白素贞现出白蛇原形，许仙因此而吓死。白素贞上天庭盗取仙草灵芝，将许仙救活。后来法海将许仙安置在金山寺内，白素贞想要将许仙带离金山寺，便和小青一起与法海斗法，水淹金山寺，因此伤害了许多生灵。白素贞因为触犯天条，在生下孩子后，被法海收入钵内，镇压于雷峰塔下。白素贞的儿子长大考中状元，到塔前将母亲白素贞救出。